关汽车的消息，越来越多人伫买新车时会考虑买电动车，尤其特斯拉目前市场是主流。也过有一寡特斯拉高性能的车款，因为自动驾驶系统等级较悬，传统保险公司伫承保车险的时，拢会较保守。起码最后承接特斯拉车险，这个国泰嘛宣布讲，有2款 Model S 加 Model X 的系列车种无要去承保啊，其他保险业者嘛有考虑。 一台特斯拉雄车头一个片启动着阿蒙图基座，车头当场毛起变形。特斯拉意外事件直透团，冒险险业者无啥想要甲因缀保险。电动车是现在许多人的购车选择，买车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保车险。不过面对投保这一关，常常没那么简单。 特斯拉高性能车款配备高阶自动驾驶系统，不过马蒂斯出车祸之前真歹分。国泰产险公告5月10号开始，特斯拉 Model S Plaid 和 Model X Plaid 2款高阶车袂当个缀保险。对这个消息，国泰对外敢若回应，对各项业务拢会照申保范围和风险特色来做考虑和应对。 自动驾驶系统的部分有等级之分1级、2级、3级、4级、5级。那很多只因为承接1级到2级，那甚至到3级以上就偏保守了。那4、5级的自驾基本上他们都是不接的。 技术愈悬的车，系统的功能就愈好，自动驾驶系统愈强，产险公司就愈唔敢甲保险。即马市场顶的电动车保险以国泰、富邦、新光3间为主，平台已经伫咧去年推出特斯拉的车险，虽然当家嘛伫咧今年推出。那很多他会去绑条件说限定驾驶，对，或者说你要绑额外的车体险、窃盗险，或是说家人的一个。 限定指定驾驶的一个区块，那这个部分都是会常发现的。电动车市场伫咧国内打起步，国内理赔数少，保险公司的风险偏较悬，嘛是唔敢接入云端。电动车车主嘛是要好好研究，才能得到上好的保障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。 崭新视野。